本視頻包含嘅所有資訊僅用於網上資訊分享及個人經驗之談，不是用來診斷、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。資訊不能取代專業醫療建議，亦不是健康建議。如果你對你嘅健康或者醫療狀況有任何疑問，請務必尋求你嘅醫生或者其他合格嘅健康專業人士指導。上一集簡單講咗自己嘅經歷，今次詳細講下我呢一年皮膚嘅轉變。多得2023年見過美容顧問，要求我做皮膚記錄，我先發現原來嘅效果真係唔錯。至少我喺見美容顧問之前所用嘅護膚品都冇睇到咁明顯嘅改變。如果大家想體驗產品，可以透過資訊欄嘅 WhatsApp 號碼聯絡我。除咗真實嘅變化，仲有2個非人類嘅確認，令我對原來嘅產品更加有信心。大家如果唔信呢樣嘢都唔緊要㗎，就當聽下故仔啦。首先呢，喺2025年嘅9月做阿卡西 follow up， 得到高齡爆料，仲教我點樣利用產品。我當時問高齡：我嘅皮膚問題點樣先搞得掂？係咪真係玫瑰痤瘡嚟㗎？高齡答我：唔係玫瑰痤瘡，只係皮膚底層太乾，儲唔到水，漸漸形成好似玫瑰痤瘡嘅症狀。你需要用含有積雪草同玻尿酸嘅產品，從底層開始修復皮膚。我聽到呢度呢，好開心啊，因為原來呢就的而且確有專係積雪草嘅產品，同埋專係玻尿酸嘅產品。我聽足高齡嘅教誨，用啱咗產品，皮膚真係慢慢滋潤翻起上嚟。然後我又問朋友介紹咗我呢個護膚產品，想問下呢個產品可唔可以用嚟推廣？可唔可以幫到人呢？高齡話：我可以講呢一個產品係源於古代經商嘅一個逆齡配方。呢個逆齡嘅意思係將有問題嘅皮膚慢慢修復成冇問題咁嘅狀況。我聽到呢度呢，我真係好開心啊！因為第一次呢，有高齡呢係認證到一個產品，除咗佢可以幫到自己之外呢，我真係好相信佢仲可以幫到其他人。其後我喺2025年嘅12月，透過一位通島下面靈界嘅朋友，證實咗品牌嘅成分。我當時問呢位朋友：我聽講呢個品牌係喺佛寺裏嘅一個出家人提供㗎，俾咗創始人一個古方而創立，係咪真係有呢樣嘢呢？於是乎呢個朋友答我：其實並唔係一個出家人俾嘅秘方，但係呢個護膚品嘅成分呢，冇乜大問題，係一個正經嘅品牌。聽到呢度呢，我對呢個品牌嘅信心又增加咗。剛要錄製節目嘅時候，俾我揾到佢嘅品牌故事，內容居然圍繞住我上次嘅諮詢內容，簡直係不謀而合。而家我就講下呢個品牌故事俾大家聽。北京元蘭古方係一個經營水分子嘅膠原凝露起家公司。講起北京元蘭古方公司嘅明星產品，就係水分子啦。呢樣嘢要喺2013年開始講起。嗰陣時嘅元蘭古方創始人曹景霞女士，因為皮膚敏感、身體免疫力低，造成咗臉部容易過敏，並且有紅血絲。喺懷孕期間，面部問題開始爆發，導致到皮膚紅腫痕。為咗靜養，佢住咗入北京嘅龍泉寺。其中遇到一位醫師，佢叫郭偉師兄，俾咗一條獨特嘅配方，係天然無添加，由多種植物成分萃取液製成嘅水分子，幫佢慢慢咁養好咗嚴重受損嘅肌膚。元蘭古方就係咁樣誕生啦。呢個水分子呢，我都放咗喺試用裝俾大家體驗下，大家可以 PM 我索取。其後7位始創人利用植物嘅珍貴特性，運用先進嘅科技，將安全有效嘅植物成分添加到產品入邊，做成功效卓越嘅產品。所以呢個品牌係冇任何動物成分㗎。
我亦都有同佢證實過呢個品牌係冇做任何動物測試嘅。講完故仔啦，係時候講下我用咩產品同埋皮膚有啲咩變化。以下都係我嘅真實記錄，有圖有真相。2025年嘅6月8日，我用咗基本套；9月至到12月，我用咗基底修護套，仲包咗啲修護液、玻尿酸、積雪草。因為我聽咗高靈講啊嘛。11月我再加咗一個叫做美肌粉，係一啲 supplement 嚟嘅，佢呢其實都包含玻尿酸。半個月之後，我明顯睇到身體嘅皮膚滋潤咗。冬天好少搽 body lotion 啦。1個月之後，我嘅面頰明顯冇以前咁乾。以前洗面嘅時候30秒我就要沖去搽保濕㗎啦。而家我有時掛住睇電視唔記得咗搽嘢，直至到第二朝都唔會乾裂。呢個感覺我真係好多年都冇試過啦。我當時係超級感動。2026年嘅1月新出咗呢個無敵嘅舒護套裝，效果非常之好。以下呢，俾個 summary 大家睇下我喺面部唔同位置嘅改變。希望大家可以靠住恆常護理就可以改善皮膚，我哋一齊成為更好嘅自己。如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 PM 我，聯絡方法已經喺資訊欄。如果想收到我嘅新片通知，請訂閱。多謝你嘅點讚分享，唔好走住，留意後續彩蛋。今日想分享下我而家嘅護膚程序。好啦，而家我已經洗完面啦。咁就想示範俾大家知究竟點樣用原顏嘅產品。咁頭先講過嗰個舒顏修護套呢，咁我首先會噴咗呢個先嘅，呢個叫做爽膚水。咁呢就噴隨意好。咁跟住呢，就要用呢個精華液，嗱就係呢個樣嘅。好，咁我哋擠1、2、3下度啦。咁就搽塊面啦，輕輕力，咁樣搽勻咗，好啦，嗱隻手剩翻少少，唔好嘥咗佢，搽喺隻手度。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就搽呢個優護乳，嗱係咁樣嘅。咁然後我哋又擠3下啦。開頭份量咧係要多少少。俾佢吸收翻多啲營養先，修護好啲先。所以咧，其實買1盒嘅話咧，就會用到大概1個月到。咁但係呢個價錢絕對係好過你又要去美容院整啊，又要去睇西醫攞藥搽啊。因為佢會慢慢透過你平時做呢個護理咧，佢會慢慢將啲皮膚咧變翻強壯。同埋減少個敏感。嗱，你睇下我塊面咧，佢係真係索到水啊！佢係真係有個保濕喺度。好啦，跟住最後咧就搽呢個修護叫做特護霜啦。咁係 cream 嚟嘅其實。嗱，大概咁咧，你就攞多啲一下放落塊面，又第2下又再放落塊面，唔好慳啊！呢啲真係開頭咧俾多少少佢。因為你要搽得有翻咁上下咧，佢先你會見到個效果啊！以前咧我自己就係咧，以為搽勻晒塊面就得啊，可能好薄啦搽得，變咗啲皮膚咧越嚟越唔夠水分啦，加上又有玫瑰痤瘡咧，令到成件事搞唔掂啊！我用翻普通嘅嘢係唔得。你睇到呢啲瘌咧，本來係好深嘅，而家淺咗。遲啲再 show 俾大家睇，呢度本來有個凹凸窿嘅。跟住後尾就好咗好多，好，你會見到我 show 相俾你哋睇就知啦。好，
咁就基本上就係咁簡單咯。平時大家都會做嘅護膚程序，只不過換咗呢一套。如果大家係即係好想試下嘅，唔好心急住。你就算揾咗我 set 咗個 high 都好啦，你都俾我睇下你個樣先，因為可能有陣時嗱呢套咧係基本上好多，無論你暗瘡啦，有呢啲刺激性嘅皮膚敏感啦，其實都啱用。但係我都好希望再揾一樣最啱你用嘅，或者可能今次你而家要用呢一套，或者可能你好咗之後，你會再要轉另一套都唔定。咁因為本身我哋同原來嘅總部咧，其實係有聯絡嘅，佢哋係好歡迎咧，大家即係俾佢哋即係你哋而家個實況俾個樣佢哋，等佢哋亦都可以話俾你哋知，佢哋咩產品咧係最啱大家。咁我唔介意做呢個中間人嘅，咁因為我都好希望大家可以喺一路用緊呢個產品嘅時候咧，皮膚慢慢得到改善。如果大家都想趁夏季認真咁修護自己嘅皮膚，輕鬆度過冬天，可以 PM 我要呢套無敵舒護套。除咗送你哋上條片講嘅試用裝，我會再免費送一套抗衰組合俾大家，只限頭16位。下集見。